Hi，我係二玲，今日整淮山蓮子百合燉湯。呢個湯咧有蓮子百合咧可以安神養心啦，淮山咧就可以補腎，加埋瘦肉一齊燉咧，飲完呢個湯之後咧，夜晚都會瞓得好啲咯。蓮子百合用清水浸一下。豬肉我係用肉眼嘅部位。淮山批皮切塊，肉碎搭成一個肉球。每個燉盅都擺入一份瘦肉、淮山、蓮子、百合。倒入煲過嘅凍水，唔係擺自來水啊！蓮子燉盅燉2個鐘，燉好之後可以擺少少鹽調味。呢個湯好適合一家大細日常嘅湯水，老人家小朋友都啱飲㗎。